我女儿呢？是阿姨吧？哎，你女儿喝多了。啊。来，小伙子，喝点水。谢谢阿姨。今年多大了30刚出头。啊，30出头，也是个好年龄哈。那个平时，这个你是自己租房子住啊，还是自己有房子呀？我自己有房子，自己买的。啊，家里都有什么人啊？家里有我爸、我妈、我媳妇儿，还有我儿子。都有家了，你还勾引我女儿呢？打我干嘛呀？我是代驾。啊！代驾钱还没给我呢，100块钱。好好，阿姨，等会儿我给你拿。